疼厝边拼国防。2022这一冬的年初，罗西亚入侵乌克兰。即马年尾，军乱的乌克兰人民甲政府展互世界看，因有较赢罗西亚。战争发生了后，国际社会注目看乌克兰，嘛不时看为台湾这边来。中国有要侵略台湾，全世界拢知。总是台湾甲乌克兰比拼，有一项相像，嘛有一项各样。相像的是边仔拢住歹厝边，无怪乌克兰一个受侵略，国际连咪想着台湾。若讲各样迄项，就是乌克兰领土甲歹厝边结相偎，咱台湾甲歹厝边中隔一条乌水沟。罗西亚战车驶咧，就会使去到乌克兰，那中国就爱渡海，因的兵仔才有才调行骹到。毋过虽望是安尼，虽望战车驶咧就会到位，乌克兰人嘛无伫战争开始迄阵连咪拄着罗西亚兵仔，因大声拄着罗西亚飞弹。甲歹厝边中国中有台湾海峡隔断的台湾，搁较是安尼。美国智库甲情报单位一直在警告，未来10冬内，中国准定武装攻击台湾。中国动手的时，咱甲乌克兰同款，会大声拄着中国飞弹。根据乌克兰的经验，歹厝边绝对会第一时间轰炸重要的公共设施、电厂、水坝遮个所在。乌克兰的经验嘛甲咱讲，罗西亚、中国嘛同款，因的武器拗过比率诚悬，也就是重要设施边仔的民生设施，恐惊会去牵拖着。又搁有另外一项爱考虑，迄就是中国渡海真正困难，军队大声就爱伫中国东南沿海驻紮，干那这个军事行动，就会致使台湾、美国、日本来反应。准早开船，嘛就爱6点钟到8点钟才有法度登陆。伫遐尔长的时间内底，中国军队伫海面上嘛会成做咱国军、美军的箭靶。综合这个因素来看，中国武装攻击台湾的手路，绝对是大声射飞弹，嘛搁飞弹拍着目标，到咱真正看到中国兵仔，时间是真长。也就是讲，咱较赢中国的机会，就是伫飞弹攻击了后，维持社会无乱。咱的全民国防上重要的工作，事实上是知影去倒位走闪飞弹，救护彼此斗相共，主动保持冷静，共同维持秩序。才会工课。既若做会到遮个代志，准做中国武装攻击，嘛真好控制台湾。姊妹兄弟，你敢有看到？咱干那疼厝边，就会当较赢中国。疼厝边，坐咱基督徒上熬，敢毋是？